呀嘿，金吉吉，我们公司的练习生，因为学过摄影，又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当到什么也好请给协商。但尽管有这样的优势，金吉吉的情路却是坎坷的，就像一颗发霉的橘子一样。各位猜猜，金吉吉已经单身几年了呢？跟他的年纪一样啊！这中间都带出了哪个问题呢？如何凭实力单身？金吉吉，我妈今天刚好不在，要不要改去我家里拍啊？你家那个光线不行了，还是在公园拍比较好哦。我想趁现在有太阳的时候赶快拍一拍，应该老弟啊！哎，人家肩膀好酸哦，你帮人家按一按嘛。哦，莫挺痛啦，刚刚那个姿势还没拍完，哦，动什么动？还没好吗？水一直喷到人家。再一下啦，再一下就好了，够厉害啦！这个赞哦，这个赞哦，哦，这个赞哦，这个很漂亮哦，小龙可以再放松一点哦，来，再放松一点。吉吉，你帮人家看一下。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？我美吗？有奖吗？你有没有喜欢？吉吉，你有中意吗？脸占的比例太多了，感觉很压迫哎。但背景的光线处理的蛮好的，还可以啦。今天辛苦了。不会，你也辛苦了。好期待照片哦！你真的很会拍耶！我处理完就会给你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喜欢上外拍对象过啊？就是那么多女生找你拍照，很怕你就这样跟人家走了耶。走去哪啊？你去死！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金吉吉的单身实力呢？胡手杠啊，交不到女朋友，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谁来条件不好，也不是谁某要求太高，单纯就是有些人比较白目。